親子36計之順手牽羊，作者笨麗爸爸。疫情過後，市面慢慢恢復繁華景象，旺區重建人山人海。既然鬧市人多擠擁，兼且危機處處，對於我呢類挨人父母嚟講，正好避之則吉。放假時大條道理帶孩子到郊外行行。香港嘅郊野公園面積佔呢個城市全部土地比率高達40%，而且跟市區近在咫尺，半個鐘頭嘅車程內必可到達。唔少住喺沙田大埔嘅朋友，家居後山上面呢，就係郊野公園同埋遠足徑。天氣放晴，風光明媚，着實令人心曠神怡。但係對於古靈精怪、長期被畫面七彩繽紛嘅電子遊戲縱壞嘅新一代孩子嚟講，吸引力或有限。單係腳踏泥土枯葉，眼睇綠葉紅花，必定唔能夠滿足呢啲年幼嘅人類生物。多繞幾個模樣差唔多嘅山頭，佢哋已經話好悶啦。帶孩子行山係咪只可以做行同埋睇兩件事呢？當然唔係啦。每次我同孩子出發郊遊前呢，必定以好多項戰略，其中一個我認為最好玩又有效嘅，若順手牽羊。順手牽羊係36計中第12計，原意係唔好錯過敵人微小嘅漏洞，一有發現呢，便要力爭將對方嘅小疏忽變成我方嘅小勝利。所謂來去順路，取之順手，贏之順時，應手得利。善於順時勢創造同埋捕捉機會，唔放過任何微細嘅利益，便有機會反敗為勝。親子間嘅戰爭，連場大勝或會傷害彼此感情，因此小微小利更為合適。順手牽羊呢個詞語，現今一般含有貶義，即係偷嘢。不過善意用之，則代表順手執嚟大自然之物，激化親子郊遊樂趣。以某次到長洲旅遊為例，原本以為嗰啲外形好似動物嘅大石會引起孩子興趣，但係沿途聽得最多嘅竟係唔係啩，都唔似㗎。大伙兒嘅腳程亦越嚟越慢，不斷問幾時行完㗎。戰況告急，我立即祭出順手牽羊呢招，提議一邊行一邊玩一個小遊戲。比賽沿途執拾最多唔同形狀嘅樹葉，再加上獎品嘅鼓勵同助力，孩子們嘅興致頓時變得高昂。咦，呢片葉面係綠色，下邊係白色嘅，好特別啊！我呢片鋸齒形嘅，你哋一定冇。呢片係紅綠漸變㗎。孩子們爭相喺路上發掘樹葉寶藏，氣氛同先前有天淵之別。呢片葉好似屁股啊！好似屁股嘅樹葉，正係香港市花洋紫荊嘅葉，俗稱聰明葉。我順勢向佢解釋呢種花嘅特性、形狀同另一種公粉羊蹄甲嘅分別，以及點樣將聰明葉製成透明嘅書籤等等，十足上一堂通識課。行程完結，當然要認真咁檢視成果，同埋分出勝負。最好嘅結局當然係皆大歡喜嘅。你贏咗佢都冇輸，齊齊去領獎，只差冇話俾佢哋知，其實你哋中咗我嘅計。利用順手執拾翻嚟嘅石頭樹葉，就可以將一次簡單嘅郊遊美化成趣味縱然又好玩嘅學習活動，何樂而不為？大家好，我係笨麗爸爸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，再見。